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日我哋要一齊探討如何喺我哋幫助他人嘅過程中，避免陷入耗盡嘅困境。呢個唔單止係現代社會中好多人面臨嘅挑戰，亦係聖經中多次提醒我哋嘅智慧教導。當我哋以憐憫之心去服務他人時，係咪曾經感到身心俱疲？係咪曾經懷疑自己能唔能夠繼續走落去？神早已為我哋預備咗解決之道，讓我哋透過佢嘅話語嚟學習如何喺服侍同自我照顧之間揾到平衡。首先，我哋必須明白，神創造天地萬物之後，喺第7日便進入咗安息。創世記2章2至3節，呢個唔係因為佢疲倦了，而係為咗俾人類立下一個榜樣，話俾我哋聽作同休息應該相輔相成。耶穌亦同樣示範咗呢一點。當門徒因忙碌而精疲力竭時，耶穌對佢哋話：你哋嚟同我暗暗地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。馬可福音6章31節，呢句話提醒我哋，即使係主耶穌，亦需要退到安靜嘅地方重新得力。如果連耶穌都注重休息，咁我哋更應該將休息視為一種屬靈操練，而非奢侈或者懶惰嘅表現。然而，點解我哋常常忽視休息嘅重要性呢？呢個係因為我哋容易落入一啲陷阱，例如過度承諾、缺乏支持、設定不切實際嘅期望，以及忽略自己嘅基本需求。呢啲問題都會導致我哋耗盡，使我哋無法有效咁幫助人哋。聖經清楚咁話俾我哋知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萬務都有定時。傳道書3章1節。因此，認識自己嘅有限並非軟弱，而係接受我哋作為受造物嘅本質。只有當我哋學會管理自己嘅精力同資源時，先至能夠更好咁完成神交託嘅使命。咁我哋應該點樣實踐呢種平衡嘅生活方式呢？第一，要優先安排休息同守安息日，就好似耶穌經常獨自禱告一樣。路加福音5章16節，我哋亦都需要固定時間，遠離繁忙嘅事務，專注於與神連結。第二，設立健康嘅界線。箴言4章23節提醒我哋要保守自己嘅心，因為生命嘅泉源由此而出。適當地拒絕超出能力範圍嘅要求，其實係喺度保護我哋嘅情感同精神健康。第三，尋求團契同問責關係。加拉太書6章2節話：你哋各人嘅重擔要互相擔當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嘅律法。當我哋同其他信徒分享負擔時，就能獲得鼓勵同支持，不再孤軍奮鬥。此外，我哋仲需要培養感恩嘅心態。詩篇107章8節提到，願佢哋稱謝耶和華嘅慈愛，同佢向世人所行嘅奇事。當我哋專注於神已經成就嘅工作，而唔係一直盯住未完成嘅部分時，內心嘅壓力就會減輕，取而代之嘅係盼望同力量，最後持守屬靈紀律。哀歌3章22至23節宣告，我哋不致消滅，係出於耶和華嘅慈愛，佢嘅憐憫不致斷絕，每早晨都係新嘅，你嘅誠實極其廣大。透過禱告、默想同讀經，我哋可以不斷從神嗰度汲取新鮮嘅恩典，應付每一日嘅挑戰。聖經中有好多例子，
展示咗如何喺服侍中保持平衡。摩西喺岳父葉忒羅嘅建議下，將責任分配俾值得信賴嘅人。出埃及記18章21至22節，咁樣既減輕咗自己嘅負擔，又賦予咗其他人參與領導嘅機會。以利亞喺經歷極大嘅挫敗後，神並冇責備佢，反而提供食物同埋休息，俾佢恢復體力。列王紀上19章，耶穌更係用行動教導我哋。佢喺繁忙嘅服侍中，總會抽時間退到山上禱告。馬太福音14章23節，呢啲故事都表明，真正嘅服侍需要智慧咁調整節奏，而唔係一味咁搏命向前衝。現今時代亦有好多值得我哋效法嘅榜樣。德雷莎修女雖然終生致力於幫助窮人，但佢強調禱告同安靜嘅重要性，認為呢個係佢力量嘅來源。哈伯國際組織嘅志工們喺建造房屋嘅同時，亦都會安排共同用餐同反思嘅時間，確保參與者嘅身心健康。好多教會嘅牧關團隊則採取輪流值班嘅方式，避免單一個人承受過多壓力。呢啲實例證實，只要方法正確，我哋就能喺長久嘅服侍中保持熱情同活力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避免耗盡並唔係減少服侍，而係改變服侍嘅方式。我哋要學會按照神嘅節奏生活，把休息、界線、支持系統同屬靈操練融入日常生活中。正如耶穌所講，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到我呢度來，我就使你哋得安息。馬太福音11章28節，讓我哋相信神嘅恩典，依靠佢嘅力量，並喺佢嘅話語中尋求指引。願我哋都能成為持久憐憫嘅器皿，反映我哋慈愛創造主嘅心意。阿們。